据透露，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记者努里曼·阿卜杜热希德的母亲、父亲和兄弟在被中国当局以为恐怖主义做准备的罪名判处长期徒刑。他表示，他的家人于2017年被中国当局关进集中营，然后被转移到监狱。努里曼和诺尔西曼姐妹呼吁土耳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家人获释。他们在接受欧洲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们家有4个孩子，姐妹俩是硕士研究生，2个兄弟经商。他们说，这样一个家庭被成为中国当局的打击目标。中国在东突厥散实行的所谓反极端主义和反恐怖主义，实际上是针对维吾尔人的恐怖主义，旨在消除维吾尔人身份。他们表示，父亲阿卜杜热希德于2017年12月13日因恐怖主义思想指控被判有期徒刑16年11个月，同日母亲被判有期徒刑13年，弟弟麦买提艾利于2017年8月被判处15年11个月的有期徒刑。中国当局在努力改造东突厥散成年人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平行展开了另一个运动，要有系统地让儿童清除对根源的认同。无数儿童因父母被抓或流氓而被中国当局送进国营所谓儿童福利院或寄宿学校，但仍有许多孩子无家可归。在中国媒体上流传的维吾尔儿童的图片和录像显示了他们的处境多么悲惨。纽约时报去年报道，据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份交流材料，已有近50万名东突厥散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被送进寄宿学校。半岛电视台报道说，阿尔及利亚足球运动员索菲安·费古里宣布他已加入由土耳其足球运动员美苏特·厄齐尔领导的世界体育之星队，并支持维吾尔穆斯林。嘎拉塔萨雷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索菲安·费古里周四在推特发表动态，支持东突厥散穆斯林。他在贴文中写道：“维吾尔人的生命是重要的。”中国官媒新华社周六晚间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港版国安法草案的说明。草案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并且还规定香港需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及其职责，即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其中规定香港要设立国安委员会，由特首担任主席。草案明确规定了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4类犯罪行为的具体结构和相应刑事责任。欧洲议会对港版国安法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布鲁塞尔周五通过的一项决议称，该法案是北京多年来最新一次最露骨的企图，目的是限制香港的自治以及公民的自由。中国最高检察院周五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迈克尔·斯帕佛提起公诉，控告2人涉嫌间谍犯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此表示非常失望，并承诺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结束对2位加拿大公民的任意拘留。2018年，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时任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美方认为孟晚舟掩盖了与华为有关的公司出售设备给伊朗的意图，此举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不久之后，康明凯和斯帕佛在中国被捕。中国否认2名加拿大公民的漫长拘留与孟晚舟案有直接关联，但是外界认为这是明显的报复和施压行为。